这不今儿要回宫了吗？奴婢看看再落下了什么没有。昨天晚上那么累，还起这么早，辛苦你了。再辛苦也没有娘娘您辛苦呀。娘娘昨天晚上一定比奴婢还累。回去之后是不是就不能再继续了？娘娘，只要是你情我愿的事儿，回了宫还不得照样啊？昨天晚上你和江妹妹，不是我说啊，你跟这赵王啊，真不愧是亲兄弟，都被姜氏迷的是神魂颠倒的。哎，就你这条件，日日挺银枪，夜夜做新郎都行。哎，我跟你说，这女人啊，你是千万不能宠。你宠她一日，她对你撒娇；你宠她2日，她对你撒泼呀。哎，你若是连续宠她3日，行，哼，上房揭瓦的胆儿都有了。你对我句句不离姜氏，到底是何意？我这不是和你分享我的恋爱心经跟心得吗？哎，我不是跟你吹啊，我这些知识如果出本书，不知道得受多少年轻人追捧为恋爱圣经。为何一夜之间，你又变得如此不可理喻？要我说呀，你就算喜欢这个江妹妹，也无妨，咱哄一哄，骗一骗就行了。这女人啊，再漂亮，也经不起岁月的这把杀猪刀。你给我下去！我说错什么了？下去！停车！娘娘，您昨天还跟太子殿下那么恩爱，怎么今儿又不好了呀？你再说一遍，我跟太子怎么了？恩爱呀！我跟他怎么恩爱？娘娘，这种事儿就不用我说了吧？昨天晚上，你不是一直跟我在一起吗？昨天您喝醉之前，确实是一直和奴婢在一起呢。可是后来呀，您喝醉了，就吵着嚷着非要上床，然后太子殿下也来啦。天哪！上帝呀，让雷劈死我吧！我他妈居然骑车给烧了！娘娘，这种事情你怎么能说出来呀？会被人觉得轻浮的。吕吕，你什么意思啊你？你今天早上对我羞羞答答，你什么意思啊？娘娘，男女之事放到台面上说，总归是难为情的嘛。你呀，李黎，你这是要把我掰弯了你！那一夜，齐生已经给我幼小的心、肝、脾、肺造成了不可磨灭的伤害，这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奇耻大辱，就是剧毒。娘娘，太子殿下只不过是把您赶下了马车，怎么就成了剧毒了呢？我现在只要一想到那晚的事儿，我就忍不住想吐。你说，这不是剧毒，这是什么？我现在是一条小命和人身自由，全部捏在齐胜手里，时不时的还要被他拿去威胁几次，隔三差五的还要陪个睡。你说，这算不算是对我深深的侮辱，无情的践踏？娘娘，皇上要在皇宫里举行蹴鞠大赛，时间定在3天以后，要求皇宫上下所有的王爷及其女眷一同参加。蹴鞠？那不就踢球吗？是啊。你们这儿男女一块儿踢啊？是啊。我跟一帮老娘们踢什么劲儿啊？推了。哎，你就跟送请柬的人说一声，说我身体不舒服，不踢了啊。可是娘娘，请柬上说了，各宫女眷无论身份高低，均不得以身体欠安为借口缺席比赛。请假。不准！放开我！哎，你以为你是韩剧男主角是不是？一副冰山脸，拉着女主角说走就走，屁话都不说。我告诉你啊，你别以为你学长腿欧巴那一套就能把我迷住。我告诉你，老子最烦那一套。闭嘴！这是我最珍爱的一个球，先祖曾经踢过，你就用它来练习吧。
你要教我踢球？有何不妥？我知道你球艺不精。好，好，好，说吧，咱们怎么踢？你要干嘛？整日里净想一些污秽之事，穿着裙子如何踢球？你就把我当成球门，射。今天的成果还是不错的，你总算踢到了球。像我这种天资愚笨的人，还请您多多关照。所以，对你这种天资愚笨的人来讲，更需要加大力度训练。哎呀妈呀！不行了，不行了，不行了！哎！齐少，你大爷的！你要干什么？齐少，这是要闹哪一出啊？娘娘，娘娘，你这是怎么了呀？娘娘，不想活了！啊！慢着，人家还有事情要问你呢。人家都这副德行了，人家能请病假吗？明天接着练。蹴鞠大赛现在开始。我们白队的领队是我们的赵王我们绿队的领队是我们的杨岩，我们白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黄飞，我们绿队的守门员是我们的李飞，我们白队的后卫是我们的赵王飞，我们绿队的后卫是我们的九王，我们白队的前锋是太子殿下，我们绿队的前锋是我们的太子妃娘娘。现在我们的蹴鞠大赛正式开始！别踢了，我不踢球！哎呦，我的屁股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裁判被袭击了！混乱中，白队的赵王抢到了球，赵王把球传给了太子齐胜，不想半路杀出了太子妃娘娘，二人在球场上纠缠着，场上硝烟弥漫，杀气四起。这是教坏了徒弟，饿死了师傅。太子妃娘娘居然抢下了太子的球，球被太子妃娘娘狠狠地射了出去，球居然进了！哇！此时的场上弥漫着胜利的喜悦，太子妃按耐不住进球的喜悦，在场上振臂欢呼。娘娘，你怎么把球踢进自家球门了？啊，娘娘，娘娘！太子妃竟然将球踢进了自家球门，实在是太悲哀了。场上一片哗然，比分变成了0-1。赵王用头将球传给了太子，太子娴熟的在场上运球，球进了。太子妃娘娘把赵王妃衣服拔掉了，我的天哪！将士的清白呀！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姐姐，你为何把我衣服？他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我帮你穿上吧啊！姐姐，妹妹不过是抢了球，你竟让妹妹这样出丑。是衣服自己掉的，跟我没关系。你给我闭嘴！他有脚，自己会走。娘娘，不用太在意别人的眼光，清者自清。九王，刚才谢谢你帮我解围，这样的局面如果不是你站出来，恐怕我更下不来台。二哥，你的手臂受过伤，还是我来吧。齐胜啊，齐胜，你还可以更蠢一点吗？三哥一向行事谨慎，顾全大局，这回却是连我也看不懂了。说的是，他这么做是跟谁过不去啊？